伟大的什叶派革命家、理论家、外交家，久经考验、永不惊慌的神权主义战士，伊朗特色反美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哈梅内伊同志，因地保躲藏无效，于2026年2月28日上午9时30分英勇就义，献出了自己年仅86岁的生命。哈老的逝世是伊朗人民的重大损失，是世界反美联盟再次痛失一位老朋友的深深无奈。